盆里加一勺燕麦片，2勺开水，把燕麦片给它泡软，接着再加1勺凉水，打上2个鸡蛋，再加入葱花、食盐，再来一点松茸馅，再加1勺面粉，有条件的来点黑芝麻，然后用打蛋器给它搅打均匀。平底锅预热喷油，然后把燕麦糊挖入锅中，轻轻地晃动下锅，使燕麦片能够铺满锅底。定型后再喷上些食用油，中小火把一面给它煎到金黄后，来给它翻个面，继续再煎上一会儿，把2面都给它煎到金黄。这样营养又好吃的燕麦鸡蛋饼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